后来乡亲啊，其实讲到台湾的贫穷的危机，上使人担心的是老人的族群。真侪长辈退休了后无经济来源，若是少年的时阵钱阁欠无够，也者是子女无才调来奉养，真有可能就会沦落做老阁散的困境。资价总处的调查，上加所得组有超过半数，也就是高达96万户，是户长超过65岁高龄家庭。华视新闻团队看管期待追踪，伫偏乡有老大人带着心脏病，病情已经真严重啊，但是无钱通开刀治疗。就算伫台北这个大都市，嘛有弱势老人住伫环境真歹的地下室。老人散食现象会引发倒一寡社会问题。而这场的风暴，台湾阁要安怎来面对呢？咱继续来探讨。保持健康，食到咱也有一个咸就好啊。我无钱啊，开医生讲无开较危险，我嘛唔知要安怎。阿妈的走廊蹲甲全物件，壁顶佫拢全地图网，是不是佫有臭扑味，一直拢无法度散去？保定你想袂到，这首善之都台北市存在着看袂到阴暗角落。世间做仓库了，放那个东西的，其他还有住的。本身伫内湖滨体区行路楼梯，却是无共世界。40当前，这原本是地下菜市啊，停止营业了后，改建做28间的雅房，但是无对外窗啊，规工拢无看到日头，亲像地下洞。因为外面的房租就太贵了。对啊，住这边4000多块可以了。我对面的是，他有除湿机哦，他差不多半天就有那个。下面就那个就倒在水沟给我看哦，你看水很多这样。已经将近60岁的宋玉生是这间房的主人，厝内大约10平，空间下了，电光暗暗。房门口就是几栋公寓的排水沟，居民想要变数，只会当行到走廊尽头2边的公共浴室厕所。由于房间的空间并不宽敞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长辈都把自己的东西堆积在房外的走廊上。不过最令人担心的还是地下室的环境，像是这个积水的水沟就很容易滋生病媒蚊虫。无加怪排水沟有时阵拢会闻到臭味，但是环境更较歹，拢是因的家。地下雅房一个月厝租咧3000到5000，伫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算是非常少。目前有12户的居民，一般拢是中高龄的低收入户。我们目前有个东西就是贫穷线底下的人口结构，那这个部分确实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老人的占比在增加。就是你是老人，你掉到贫穷线以下的这个比例在增加，因为独居老人越来越多。上新公布每一个人每个月上计生活费，也就是一般所讲的边境线，伫咱市以台北市上悬定伫17005块，若是台湾省是12388。2019年全国低收入户人口突破30万人，其中低收入的老龄人口超过36000人，无当来增加将近2成4。以台北市来讲，每4位独居老人当中就有1位是低收入者。但是就算甲离路做伙大，嘛无一定会当摆脱老穷困境。重阳节的时候啊，他就买了一只鱼，你看，吃到现在，还有那个豆干啊，哈。一礼拜前买菜，每工生啊食85岁，但是煞互阿嬷甲囝孙仔做伙住。虽然空间也算宽，但客厅内面贴我全资源的回收物，这拢是煞互阿嬷平时为着补贴家用囤来。一早我就市场卖菜啦，这嘛爱做的，遐也做啦，做回就了了，哪有好赚？敢若菜无偌好卖啊，一个月万几块，卖菜互人无够，我真无卖。我这嘛做蒙过日啦。收入费怎摕去卖？但是1公斤只会当换2，3工时卖无到200块。少年的时节，煞互阿嬷伫市场工作，收入无多，要饲一家伙仔并无简单。搁较莫讲要欠钱，即嘛每个月7000块的老人年金，全部拢提出来补贴厝租，家己欠啊过。保持健康，佮有种俗啊衫来穿啊，种一领30-40块来穿。我们这个里是全台北市最穷的里呀，
所以我们这老人济啊，咱随讲哦，你讲要靠你顶讲来照顾因家哦，谁讲的哦，真正真困难啦。政府哦，都是刚才伫咧讲啊歹听，就是那像讲纸上谈兵啦，没有实际行入这个社区内底，看咱到底咱的独居老人是偌多，啊，这独居老人是咧创何安尼啊？根据全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，上计所得组家庭超过50%，是户长60岁以上的高龄家庭，估计96万户。甲其他年龄组比较，会当支配所得甲社会支出，嘛拢是上低，生活上困难。以扶老比来讲，就是抚养老年人，可能到2065年的时候会接近1比1这样子的状况。那所以当然我要养自己可能都非常的困难，如果同时要去抚养他的上一代，那再加上下一代，这个抚养比是相当吃力的。哎呀，你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煮白饭啊，有一个邻居给我们菜啊。中昼时啊，要用准备下昼顿39岁柯雅玲，甲10名的妈妈相依为命。虽然雅玲本身有轻度智力障碍，依然是担起照顾妈妈的责任。有开安尼怎分？咱就讲起啊。 65岁陈秀芬10当前糖尿病并发伤眼失明，我都出外工作赚钱，只会当靠社会救济过日。加上早囝的生活补助1个月8400，搁扣掉水电费、医疗费，还有生活费，但讲每个月拢透支。家好漂好的厝是过身红晒流落来，但是亲人共同吃分，我都变卖，嘛因此失去低收入户的资格，被摆拄伫社会福利照顾之外。 无业绩，陈秀文连开刀的钱拢倾袂出来。开刀手术要爱自费10几万，就是无钱。我嘛甲医生讲，我无钱哪开。医生讲，无开较危险。我嘛唔知要安怎，我嘛有知伊久久啊转来一届，伊要转来看我，伊家己嘛足艰苦。 因为，他无偌济是家己要过嘛，足歹过。老未完的目屎碎尽老人散车悲哀，秀文阿嬷的处境，又搁是偌济老大人的缩影。多数都是年轻的时候哦，他都是所谓的做工仔人啦。 爱食头路人哈，他本身哈要抚养他的子女哈，所能够累积的积蓄本身就是真的有限了。子女长期在外工作的关系，他要照顾家庭，经济景气又不景气的情况下，他经济上也会有压力。所以对我们在地的一些弱势的边缘的这些长辈哈，他是比较没有能力去照顾的。 而不是年轻人不愿意。青年家身，中年开完业绩，感觉老人是无能力照顾家己，这已经加做真侪家庭无奈处境。尤其伫偏乡，散的人是愈散，已经是城乡差距的另外一种真实的写照。由政府去做经费上的挹注，来教育，培养在地的这一些关怀照顾员。 会当因为透过伊的实施，来照顾咱厝边大家所谓独居老人、所谓的边缘人、所谓弱势族群这一个区块，在长照的一些计划里面也有社区关怀据点，我们也要做电话问安啊、关怀访视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有些时候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互信的情况之下，这些关怀就是仅止于表面。可是有时候不是真正你的家人、亲信的人，我不敢把我的需求讲出来。所以我认为邻里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很重要。 边境老人现象已经伫你我的身边，社会各个角落，第一站边缘本量的中者愈来愈多，社会安全网一旦出现漏洞，恐惊造成更较多问题。自杀率会大幅提高。日本很多老人就自杀，因为他觉得活得没有意义，活得很没有尊严或者是老人忧郁的问题会越来越浮现，这种社会问题一定会有的。在有些国家也发生过一些游民是老人家的游民，他被一些年轻人就是。 莫名的去被他霸凌啊，被他打啊，
这都是可能会发生的。预防要怎么预防？第一个，就让年轻人他在工作这个期间，他有能力自我储蓄，所以要提高他的储蓄能力，提高他的储蓄意愿，在他退休前能够为他自己未来退休的生活预做准备。造成贫穷的原因很多，但对中高龄者来讲，就业机会的中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用职务再设计的概念，去尽量让每一个人还有某些能力，只要他还有某些能力，就还有机会继续去贡献社会。因为我只要有贡献社会，我就可以去赚一份稳定的收入，能够让这些人想办法回归到社会，形成社会的一份子，而不是都是靠着救济金来过日子嘛。食老散车是全球趋势，台湾少子化严重，社会快速老化，无可回避这场风暴。要怎防止边境老人正出社会资源活动？要怎让底层的长者未被社会孤立？需要政策的全盘规划，甲民众观念的翻转。另外，拢想要安稳行到人生的终点站，无受老境所苦。对即马开始，就应该重视危机。